大家好，我係啤啤，今日整蓮藕肉餅炒彩椒。呢個餸營養豐富，香口又惹味。我哋而家即開始啦。材料有蓮藕1節、豬絞肉大半磅、彩椒2隻、冬菇4隻浸軟。冬菇丁切走，然後切絲，再切粒。蓮藕刨皮切片。見蓮藕中間有啲泥，咁我就拎去沖洗下先，然後先切條，再切粒。彩椒切走個頭，搣走啲核，然後切塊。將蓮藕、豬肉、冬菇放埋一齊，然後加入大概大半碗嘅燕麥，加半茶匙嘅鹽，1湯匙生抽，1/4杯水，慢慢撈勻。麥皮會慢慢吸晒啲水分。撈勻之後，用手捏下佢，大概捏1分鐘，然後放埋一邊等5分鐘，等啲麥皮索下水，之後再捏下、撈下，直至豬肉起膠，好似咁樣。落少少油喺個鑊度，拎起1至2湯匙嘅肉餅餡，用手搓圓，放落去個鑊度，開住細火，逐粒咁搓好放入去。我整咗12粒，餡料有剩，聽日用嚟整個養生飯。用中火，肉丸煎到金黃色就反轉。反轉之後，用隻鑊鏟輕輕咁樣壓扁，形成個蓮藕餅。每粒都咁做。然後冚蓋。轉細火煎2分鐘，2分鐘之後反轉，另一面都煎下佢，煎到肉餅熟透，撳下佢係硬硬地嘅。我哋每面開住蓋煎多1分鐘左右，開住蓋煎下，咁會脆身啲同埋香口啲。煎好之後，撥埋一邊，放彩椒，俾半湯匙嘅蠔油，炒下啲彩椒，轉大火。彩椒好快熟，我哋煎10秒，炒一炒，重複咁樣2次到，咁就做好㗎喇。呢個餸好香，好惹味，用嚟帶飯返學、返工都好適合，希望你哋都會鍾意。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幾個唔同嘅家常菜食譜，
未諗到想食咩好，煮咩好，可以隨時上嚟睇下。歡迎訂閱，撳鐘仔。如果可以嘅話，請幫忙分享我哋嘅頻道出去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